呢一部咧就係我哋嘅美版超聲刀第二代啦。超聲刀第二代同第一代有啲咩分別呢？ Hello， 成日聽人哋講咩嘢叫做超聲刀呢？呢一部咧就係我哋嘅美版超聲刀第二代啦。其實佢嘅原理最主要係佢可以聚焦、定點同埋定層去到皮膚唔同嘅層面，因為佢會分咗3個嘅治療頭，三個治療頭分別就係1.5mm、3mm 同埋4.5mm。3mm 其實係一個真皮層嘅層面，佢會刺激個膠原增生，而做到皮膚嘅收緊嘅效果。而 4.5mm 佢係做到筋膜層嘅層面，佢係做到提升同埋拉提嘅效果。我哋傳統做拉皮手術就係將呢個位置開刀拉皮咁樣，咁但係而家咧用無創嘅儀器機已經可以直接去到我哋嘅筋膜層嘅層面，而做到一個提升嘅效果，媲美一個拉皮嘅手術。咁最主要佢可以去到65至70度嘅一個熱能效應，而刺激個膠原增生嘅。一般嚟講，好多人都會將 HIFU 同埋 Thermage 做一個比較，佢哋兩部儀器機都係可以做到緊緻同埋提拉。咁佢哋究竟其實有啲咩分別呢？其實 Thermage 係一個單極嘅射頻，而 HIFU 佢係透過刺激你嘅膠原增生而做到收緊嘅效果。我哋皮膚會有唔同嘅層面啦，而 Thermage 一個射頻去立體加熱你皮膚唔同嘅層面，去到皮下嘅 4.3mm。咁佢會刺激個膠原增生，而連淺層都可以做到一啲去紋同埋收緊嘅效果。主要其實 Thermage 佢係做一個皮膚嘅彈性，同埋去做眼底嘅細紋都可以處理得好好。但係如果你話要做到皮膚嘅深層，要做一啲筋膜層，做一啲拉提嘅效果，咁就一定要做到 Artherapy。到第二代同第一代有啲咩分別呢？佢哋分別會有3個唔同嘅特點。第一呢，就係個痛感大大咁減低咗。以前嘅人做第一代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痛，而第二代新嘅版本去改良咗呢一個問題，呢一方面佢會令到嗰個痛感會減低咗。第二呢，根據官方嘅資料顯示呢，第二代比第一代治療嘅速度會快咗超過20%，咁提高咗嗰個舒適感。咁第三呢，根據官方嘅資料顯示呢，螢幕會比第一代大咗35%嘅。咁個 mon 大咗有啲咩好處呢？最主要係可以俾到治療人員可視化嘅影像，睇到皮膚唔同嘅層面，咁打嘅時候嗰個位置就會更加準確啦。Hazel啊，我想問下咧，咁做第二代超聲刀咧會唔會好痛㗎？其實基本上做第二代超聲刀比第一代已經舒服咗好多㗎啦，所以基本上嘅客人都可以唔需要敷麻藥做嘅。不過如果客人都真係好怕痛嘅話呢，咁都可以先敷咗麻藥先。敷麻藥就大概係20至30分鐘左右嘅時間。咁啊，Hazel，咁幾耐左右咧先會睇到個效果嘅呢？大概做完1個月左右啦，就會刺激膠原增生，大概會有70%至80%嘅效果啦。如果你話做完3個月度，會有8%嘅效果嘅。因為你要做膠原增生，就唔係而家做聽日生噶嘛。大概一個皮膚嘅更新週期係28日，所以1個月左右就會開始有效果出現。Hazel啊，咁呢個效果咧可以維持幾耐左右嘅呢？官方顯示效果可以維持12至18個月左右，我哋會建議客人1年做1次。Hazel啊，咁如果做第二代嘅超聲刀咧，咁可唔可以連埋啲玻尿酸啊同埋肉毒嗰啲一齊用嘅呢？所有嘅療程都可以同一日做，我哋會先做儀器後打針。好似呢位客人咁樣呢，其實你睇到啦，呢個3.0嘅探頭就已經去到筋膜層嘅層面㗎啦。如果佢打多深啲4.5嘅話呢，就會去到肌肉嘅位置，咁相對嚟講就會比較痛啦。咁打咗落筋膜層嗰度呢，咁就會更加精準，可以去到筋膜層嘅層面，咁個改善嘅效果就會更加明顯啦。